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适可以说摆脱了黑色星期五这种尴尬的局面这个根据财联社报道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创业板指数涨近1%，截至收盘沪指涨0.41%，深成指涨0.84%，创业板指数涨0.97%难能可贵的是沪深两市成交量2.1万亿，超过了2万亿，这明显的放量了这个胡适周二、周三、周四接连给了金融消费者3巴掌，周五又给了一颗枣，这颗枣不知道能不能安抚一下这个金融消费者流血的心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涨跌过半，5000多只股票2683只上涨，2612只下跌，它不是个普涨格局，也就是说还有很多金融消费者今天流血流的更多这个在3900点对吧，4000点这附近高位震荡也1-2个月了吧，得有2个月了。有网友说这都是收费站了，过了4000点要交钱，回来还要交钱，来回都要交钱，现在已经变成停车场，你不过4000点也得交钱。总之散户的那个口袋越来越薄。我们来看看这个好消息上海证券报说海外长线资金持续回流中国股市。在美联储降息的背景下，中国资产受全球资金青睐程度或将再提升。多家外资机构表示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市场估值具备吸引力，且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推动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回流中国股市。从配置方向看，外资重点关注科技成长、资源品、基本面改善行业以及高股息板块。摩根士丹利披露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境外长线资金通过沪深港通等渠道净买入100亿美元 A 股及 H 股，这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我也不知道今年前11个月一共是100亿美金，买的是 A 股还 H 股，这是该高兴呢还是该悲伤于2024年约170亿美元资金流出形成鲜明对比。高盛最新发布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12月3日一个月内，中国股票基金获得58.46亿美元净流入，规模超过韩国、印度等市场。这高盛说的更少了就是这一个月有58亿美元流入，还是光打雷不下雨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这个不好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呢？这个是财联社12月12日报道说，上市文件质量堪忧，香港监管联名警示，香港监管受不了了，联名警示 IPO 保荐人，直指上市文件质量堪忧。港股 IPO 市场回暖态势下，新股申报质量问题引发监管层高度关注，也就是鱼目混珠萝卜快了不洗泥记者获悉，香港证监会与香港交易所联合上周五联名致函 IPO 保荐人，就是券商针对近期新上市申请中出现的质量下滑及部分不合规行为表达明确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港交所与香港证监会曾在2024年10月联合发布声明，明确上市文件质量标准，但此次联合致函是双方首次以该形式强化上市申请审核监管。此次联合致函是在港股 IPO 业务量扩大下，多方面引起申报质量下滑。对此，有投行人士指出，港股市场 IPO 项目申报过量也存在引诱或引发市场输入过多带来不稳定因素。为平衡市场活跃度与 IPO 申请质量，未来可能对港股 IPO 申报数量进行合理调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翻译一下就不要再去祸害港股市场了，就这么简单昨天网上一个传言是关于量化交易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昨日晚间市场上有一则传闻引发广泛关注。近期传出3条交易链路调整新规，核心通知内容包括：一是交易爆盘增加延时，分2种方案；二是要求券商3个月内清退所有客户专属设备，包括单一客户服务设备等。就此传闻，记者向多家券商 IT 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求证，得到反馈多为目前尚未接到具体通知，也就
就是量化交易在交易所的设备将被清退。有网友说这不就是外挂吗？就是量化机构啊，它可以自己在那个交易所那儿接入专用设备，那就是开外挂。你看散户在手机上对吧，在电脑上看，这个就是散户拿自己的这个天灵盖啊接那个狼牙棒。某券商 IT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但大家都已关注到这则消息，可以再等等看。如果监管有正式的通知，应该不久会发布。此前部分机构靠专属设备、低延时链路抢占交易先机，这也是一些量化交易速度优势的来源。某券商分支机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传统散户所谓的快速通道和这类快速通道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快速通道是单独弄一个席位，就一个客户在那里面交易，因为人少，特别是打板的时候排位靠前，但物理速度跟其他有很多人的通道是一样的。量化在用的主要是把服务器放在交易所，中间延时会少很多，还有些硬件上的支持，物理速度会提升不少。以前很多高频交易都要把硬件放在交易所机房，你看看你散户能有这待遇吗？这个就举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拿弓箭，人家拿的是马克沁，对吧？卡特林，这个小散户总是妄图赚钱啊，太难了。这个社会，这个市场啊，没有给你散户赚钱的这种机制。散户来的就是啊，摆正态度，端正态度啊，挨打要立正，要面带微笑，你就是来做贡献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吧，你不要说散户了，你就是很多这个机构也是去当大韭菜的，让人割的，甚至很多上市公司，对吧？自己也变成韭菜让人割。我今天再介绍一个啊，这是媒体报道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操控炒自己家股票，居然还巨亏。他不是炒别人的股票，炒自己家股票。这家上市公司是哪家公司呢？就是金城医药啊，300233。这个今天啊，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网，对吧？还有很多媒体啊，都相继报道了啊。这个可不是咱们编的啊，叫董事长以上百账户操纵股价，反亏了739万，可真是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所以说你不要说你散户了啊，人董事长炒自己的股票都还赔了739万。你说老胡动不动啊到处打听消息，跟这些什么基金经理，那个私募基金跟这个牛散吃饭，探听这个内幕那个内幕，有啥用啊？这董事长是掌握第一手内幕的，炒股都赔钱，这怎么回事呢？啊，财联社啊12月11日讯说，金城医药今日晚间披露2则公告，为持续1年多的实控人操纵证券市场案画上句号。这个董事长还是实际控制人啊。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赵叶青因2017年至2020年期间共同操纵公司股票，被中国证监会正式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150万元罚款，并实施4年市场禁入。同时，他已辞任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相关职务。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跨越近3年的操纵行为，最终并未取得任何资本收益，反而以亏损收场。根据这个证监会的报告啊，证监会查明操纵行为并非赵叶青单独完成，也就不是董事长一个人完成，董事长是提出这个规划、计划、方针、路线。然后下面有具体的实施的人，有2个人实施啊，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3人链条。在2017年8月18日至2020年2月10日操纵期间，赵叶青作为核心决策者主导操纵计划，王震承担主要实施工作，刘峰负责次要执行。你看看啊，分工明确啊，3人合计控制并使用了104个证券账户，构成账户组，并对金城医药股票展开集中交易。调查显示，该账户组在操纵期间，通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以及自己控制的账户之间交易等方式，显著影响了股价与成交量。证监会披露的数据表明，3人在595个交易日中，有502天参与交易，累计竞价买入金额超过21亿元，卖出金额超过18亿元，最高持股占流通股本的9%。就通过这100账户啊，买了公司将近10%的股票啊，这么厉害啊，操纵股价啊。更典型的是，在214个交易日内存在自买自卖行为，其中有76天账户组对倒交易，占单日市场成交量比例超过10%，部分交易日甚至高达46%。就是那一天啊，这只股票的成交量一半是他们自己贡献的，
你说多么疯狂吧？这么疯狂啊！交易痕迹极具操纵特征。最终，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赵叶青、王震、刘峰3人共处以300万元罚款。具体罚款分配啊，赵叶青150万，因为他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呢，他是头啊，组织者。王震承担120万，刘峰承担30万。刘峰是操作的啊，888在那下单的，打开账户买卖，对吧？然后具体怎么买卖，这个王震来指示，对吧？这个赵叶青是给方向，董事长嘛。那么这个作为组织者啊，赵叶青被采取4年市场禁入措施，王震被采取3年市场禁入措施。在监管处罚同步落地的同一天，金城医药公告称，赵叶青已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公司在公告中强调，处罚涉及个人，不影响公司经营层面正常运转和业务稳定性，也不触及创业板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在证监会查明的违法事实中，最令人唏嘘的一点是，实控人赵叶青等人利用104个账户组进行了股票操纵，最终却以巨额亏损收场。然而，尽管动用了如此庞大的资金和账户进行频繁的集中交易和对倒，证监会经测算，账户组不仅没有获利，反而实际亏损了739万元。根据这个证监会的调查啊，你想想，累计买入21亿，卖出18亿，多的时候成交量占当天的50%，持股超过了，对吧？9%。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这个惩罚为什么如此之轻呢？你这不就是罚酒3杯吗？董事长是罚150万，4年市场禁入，没有抓他啊！你这个你非法操纵股票啊，这对吧？证监会你自己查的，为什么不抓他？对吧？这样他组织分工还明确，还是个小团体，内中奥妙啊！我大概知道一些。实际上啊，2017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个大背景啊，正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提倡叫市值维护，有很多做股票的应该听过这个词。那时候提倡啊，各家上市公司你要维护自己的市值，你要关心自己的股价，这是大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下，本来上市公司对吧，你要一般的啊，它是通过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对吧，通过自己的这个运营水平对吧，增加自己的利润盈利，降低自己成本对吧，这个让它的估值股价上升，这是正向的对吧？但有的上市公司就开始讲故事，让那些私募啊对吧，你多来买我的股票，你买完之后放这不动，这样呢我的股价也能稳住，相当于帮他锁仓。然后正因为在这个大潮之下，各家上市公司都要维护市值啊，那有人就要走捷径对吧？他那个公司啥也不是，啥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他就专门请那个跟私募合作，请一些私募来帮他维护市值，叫市值管理啊，有个专门这个词啊，不知道的可以去百度一下，什么叫市值管理。所以我个人推测啊，这个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觉得，我如其请一些这个私募来帮我市值管理，我还跟他合作，这样还容易走漏风声，而且容易对吧，还得给他钱对吧，我还不如自己干。所以找2个人对吧，搞100个账户，自己在那维护。你看私募维护也是这么维护啊。所以你看啊，什么叫蟑螂定律啊？这个被抓住了，没抓住的还有多少啊？没查的还有多少啊？你想在那个大背景下，难道就一个这个金城医药这么干吗？就他们一家这么搞市值维护吗？市值管理吗？这就是胡适，它是个政策式对吧？上面监管来个政策，你下面这上市公司就跟着后面，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就是我为什么很讨厌对吧？就反对啊，什么你提倡什么分红，像这些事你只要一提倡分红，许家印这样的就出来了。你看看他把这公司搞一个这么大的窟窿，但是不影响他每年对吧巨额分红，分给谁了？那分的越多，大股东拿的越多啊，人家是合法的对不对？经过审计的，这钱分给我的。但是至于这公司对吧，你窟窿有多大，负债多高，关我什么事呢？黄了最后是大头来填对吧？所以说啊，你只要上面说我提倡啊，现在高分红，就鼓励大家要分红，那上市公司一定会这么干。他想方设法的，这就是贷款，他也把它变成利润，最后分给大股东拿走了，这合法拿走啊，这不是我是响应号召啊。你说这样这个资本市场能搞得好吗？对吧？所以说这个老有证券专家啊，总是建议对吧，监管去管，你只要监管去管，出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人家就会利用你的政策钻漏洞，对吧？这个就是典型的利用市值管理。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股市萎靡不振嘛，低迷对吧，老是创新低，那股价都在跌，那股民在那抱怨对吧，小散户天天在那哀嚎，那怎么办呢？不想让他
喋喋不休，是不是？就希望各家上市公司啊，你们要维护股价，要这个市值管理。有的央企、国企还拿市值管理当做考核指标啊。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过去几年央国企那个造假逐渐多起来，其实跟这都有关系啊。因为你开始考核人家这个市值了嘛，那他不造假，他的股价就低啊，对吧？市值就跌啊。当然了，造假主要还是需要钱啊，主要是筹集资金。你看是不是国企上市公司推迟的越来越多啊？抓住造假的越来越多，跟这个背景都有关系。结合刚才的新闻啊，你说把香港都整得不行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证监会能说把他抓起来吗？所以只能是罚150万啊，4年禁入，就是你不准再参与证券市场了，这就相当于啊重拿轻放，因为对吧？你要逼急了，人家就抖露出来说我是为啥，对吧？我告，对吧？你因为证监会罚他可以上诉啊，可以打官司啊，他可以到北京市应该第3人这个什么中级人民法院第2吧，反正跟证监会打官司都可以在那儿是吧？立案，那人一告人家辩解，对吧？我是执行你的政策，我是被逼的，我没钱，对不对？我没法维护，我只能这么维护。那实际上他那个辩解啊，这个就是他这个董事长啊，他不举行了听证会吗？听证会就为自己辩解啊，提出了5项申辩理由。你看他的理由啊，怎么说的？说无操纵主观故意，这怎么解释啊？好嘛，你天天早上那个影响买价开盘价，你还说无操纵主观故意，什么意思啊？无操纵客观行为，违法所得计算有误，量罚不当，就是这个董事长还认为你罚重了，你知道吧？我没有操纵这个股价的主观故意，那你天天在这干啥？你天天买卖干啥？成交量的有的最多时候达到1半呢。他的潜台词就是我是在这儿进行市值管理，维护股价，我这还有功呢，你还罚我，不是这意思吗？你看啊，这成交量最多是21亿啊，才罚了150万。所以说啊，这个湖市非常难搞好，就在这儿，越管越乱，越乱越管，恶性循环。今天啊，我看到这个央视又报了一个诈骗这种叫形式啊，说男子网上相亲被骗42万，老爸帮儿子征婚招来杀猪盘。讲的是北京一个姓宋的老先生啊，帮儿子小宋在婚恋平台发布信息，本想替小宋寻找意中人，不料却招来骗子。大家看视频啊。家长特别着急，在3个相亲网站上面进行了信息的注册当时就有一个母亲跟宋先生的父亲进行联系，然后呢把自己女儿的这些基本情况也介绍了一下。发来短信的人告诉宋老先生，自己的女儿在证券公司做管理，开朗孝顺好相处，自己和老伴儿都有退休金，不需要女儿负担生活，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找个好对象，如果合适，年底就把婚事给办了，并且主动发来了女孩的照片。看到对方这么说，宋老先生觉得可以试试，就答应了对方让2个孩子直接联系，相互了解的提议。随后在父亲的要求下，小宋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在 QQ 上与对方进行交流。接下来几天时间，他还感觉这个女孩子其实条件也不错，人的性格也是非常不错的，2个人呢就其实进入了一种恋爱的一种状态。在聊天中，对方告诉小宋，由于自己是证券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经常会接触到涉密信息，因此白天上班时不方便用微信，只能用 QQ 联系。对于这样的说辞，小宋并没有多想，殊不知这是对方为了后续引导他下载小众聊天软件，脱离平台监管所做的铺垫而已。网聊几天后，双方逐渐热络了起来，本想着找个时间见一面，但这时对方突然告诉小宋，公司有个临时项目需要他紧急去出差2周，见面的事情只能推后。为了方便联系，提议他下载一个叫做安讯通的聊天软件，并通过他提供的邀请码进行注册登录。别人会用他这个 QQ 传资料 ，QQ 是公开的，工作期间说下载一个这个安讯通嘛，而且他说他们公司好多人在用。自此之后，小宋与对方的沟通全部转到了安讯通上。几天后，对方突然兴奋地告诉他，这次跟着总监出差，他得到了进入机房看到后台数据的机会。他说他观察了2-3天，而且他们那个总监已经买了2-3天了，而且时间很短，就是说大概10天半个月就结束了。
他决定买，让我帮操作一下。他说他不方便，他就给我一个网站，然后还有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帮他登录，里面操作也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买涨买跌。对方说机会难得，稍纵即逝，因此把准备的30万元嫁妆都拿了出来，凑了100多万，已经全部投了进去。但因为不方便操作，这几天需要小宋帮忙操盘买卖。就这样，小宋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对方账户里不断上涨的数字，然后动心了。1200秒的时候，一般就是说这个7%，然后600秒的时候，大概就是说3%个多。他每天跟你聊天，你买一点吧，你看这个收益多稳定，时间短，就是机会很难得。小宋这时已经跃跃欲试，但在拿出真金白银之前，他觉得还是应该再确认一下。因为我当时不信嘛，看一下那个个人所得税那个公司信息，我当时还问了一下他这个，但是他没给我，他说我这个人比较多疑。他用什么方式，你就一下子就觉得啊，又信了。最有印象的就是说，中午吃饭拍的那个照片，餐盘上都有这个单位名称嘛，上面写了一个招商证券，就是说他在这个招商证券吃的饭，还有工作照片，应该就是电脑上显示的那个各种数据，然后其他的一些话术吧，工作抱怨了什么的这些。小宋的顾虑就这样被打消了。随后，通过对方提供的网址链接，在这个号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平台上注册了会员。为啥这个开户号这个就是几百个？他说这个一般都是公司内部管理层在操作，就是说知道人很少。你不是要充值嘛？充值的时候就给人家客服说你要加仓或者你要入金。在客服的诱导下，小宋通过线上购买黄金，然后邮寄到指定地点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入金充值。10天之内网购黄金8次，共投入42万元，其中的20多万是专门借来的网贷。他叔叔他也借过，你也去借吧，然后借鸡生蛋嘛。我回来前一天，然后跟你说就把这个出售了嘛，然后就把这个钱马上还进去。我当时我也不想，但是他每天跟你说吧，你就有点动摇了。这个小宋啊，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证券公司高管，后来以谈恋爱为名啊，引导他下载小众软件，参与什么内部投资，这是昏头了啊！这比彩礼可高多了，对吧？一下骗了40多万，这还有20多万人贷款呢，这个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吧？老婆没找着，钱没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咱们这样的节目看的太少，对吧？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一再强调啊，让你把钱从银行从存款变成其他形式，是吧？取出来，不管是买啥，那都是坏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专家啊，还经济学家，我看那个前东北证券的那个付鹏，现在到处讲话，都是建议啊，存钱，现在要过冬，存钱，把钱存起来过冬。这个时候还在做梦，还想把钱拿出来买个什么东西，过2年一卖就能赚钱。我告诉你啊，如果普通人这么做能赚到钱，说明那经济就好了，那经济就已经又是在10%的 GDP 的增速在增长。不管是谁让你把钱从银行里挪出来，从存款呢，记住的是从存款，就是你父母那都得小心，说明你父母也有可能被骗了，对吧？但凡要你啊，忽悠你或者道德绑架你，让你把那个存款变成别的形式的，你都要警惕啊，做好跟他决裂的准备，因为他十有八九是骗子，要么他就上当受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